而家嘅時間係大約中午12:09啦，我已經嚟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係今年聯校畢業典禮嘅場地嚟嘅。咁我馬上咧就要上去同啲小朋友一齊啦，做大約幾個鐘頭嘅彩排。而其實每年除咗嗰個畢業典禮之外咧，佢哋嘅佈置全部都係好靚。今年嘅主題究竟係咩呢？同大家一齊去參觀下。哇！原來今年嘅主題係太空啊，仲有好多星星喺度添，夜晚一定會更加靚。下晝1點鐘，大家就已經分工做最後嘅準備。其實所有嘅小朋友啦，都已經練習好晒㗎啦。舉出你嘅手，稍稍飛單少少就夠啦。今年係 Uncle Calvin 第4次嚟主持呢一個畢業典禮，我一定要全程投入，呢個任務係太重要啦。最重要嘅頒發畢業證書時刻終於嚟到啦！歡迎請第一組嘅畢業生收裝。加快一啲嘅進度。小朋友唞一唞之後就要翻嚟做總彩排啦。Uncle Calvin 都去換翻套靚衫先。畢業典禮正式開始。藝文力有愛幼稚園、幼稚園、雷吉他、義務教喺呢個時候，大家望下另一邊，去到 Shine On 先至放落去。掌聲有請。我哋有請台上，唔該晒咁多位畢業生。媽媽帶我返學，我會攬實媽媽。I just love my fantastic teachers。準備開始新一段美好的學習旅程。原來有一種神秘嘅力量。我哋啱啱完成咗畢業禮咯喎。唔知 Lucas 揾成點呢？而家嘅時間係下晝5點鐘啦，用咗大約3-4個鐘頭嘅時間完成晒所有嘅彩排。其實嚟到幫佢哋做 MC 咧，唔係一件好辛苦嘅事嚟嘅啫，因為保良局嘅幼稚園佢哋嘅老師啦，佢哋嘅校長成個團隊係教啲小朋友教得非常之好。我直情係可以講大部分時間都係好準確嘅，咁所以我係可以好專心咁樣啦，去參加呢一個畢業禮啦，去搞氣氛啦，去將開心同埋感動帶俾所有嘅觀眾。咁而家距離我哋正式開始嘅時間咧，仲有大約90分鐘。把握呢個時間，我就去食啲嘢先。一陣間就會正式讓呢一班嘅小朋友踏入佢哋人生一個新嘅旅程，要去攞佢哋嘅畢業證書啦。而家嘅時間係傍晚6點16分，我哋仲有14分鐘就會開始今日嘅畢業典禮啦。Let's go！ 我係今日嘅司儀 Uncle Calvin， 好開心可以嚟到同大家見面。大家好，歡迎大家今日出席保良局社會服務部幼稚園暨幼兒園2026聯校畢業典禮。我係今日嘅司儀 Uncle Calvin， 非常榮幸可以嚟同大家一齊見證孩子們畢業。今年嘅畢業禮係以擁抱夢飛翔作為主題。畢業生對於升上小學一定充滿期待，每個孩子都懷住唔同嘅夢想去展開呢一段新嘅旅程。
我哋都好期待每一位畢業生將會踏上佢哋追逐夢想嘅旅程。而我相信今日無論係600多位嘅畢業生，又或者在座嘅各位家長，都係同我一樣懷住非常興奮嘅心情嚟參與今日嘅畢業典禮。所以喺呢個時候，讓我先聽下大家嘅掌聲，聽下大家嘅歡呼聲。事不宜遲，畢業典禮正式開始！現在請大家用最熱烈嘅掌聲歡迎好有氣勢嘅鼓樂隊！除咗鼓樂隊之外，我哋都歡迎我哋嘅升旗隊進場。與此同時，我哋歡迎25間幼稚園同幼兒園嘅老師帶埋精精靈靈嘅畢業生上場，掌聲歡迎！繼續預備嚟到台上，有我哋歡樂小孩引領嘅一眾主禮嘉賓，請各位以掌聲歡迎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博士 JP。保良局主席兼屬校總校監譚旭晶博士，保良局幼兒服務屬校命名人魏文玲博士 JP， 行政總監溫偉明先生，副行政總監利日修先生，社會服務總幹事家庭及幼兒梁李佩珊女士，助理社會服務總幹事張以欣女士，掌聲歡迎！掌聲我哋嘅小朋友啊！今年嘅畢業生好快就會進入小學階段，面對住未來新嘅環境，亦都會遇到好多新嘅同學。究竟佢哋對未來係帶住一種點樣嘅期待呢？不如大家望下另一面。我哋有一顆非常巨型嘅能量星喺度，其實係咩嚟㗎啦？我哋滿載咗600多位畢業生，準備升上小學，希望擁有嘅正向元素。我哋較早前嘅時間啦，佢哋全部喺學校裏面寫好晒、畫好晒。今日嚟到現場，親手將佢哋放晒入去呢一個好靚嘅能量星裏面啦。我哋就將會邀請台上嘅主禮團嘉賓，為今年嘅畢業生送上祝福同埋鼓勵，亦都希望畢業生可以將呢一份嘅正能量帶到小學當中，繼續發光發亮，勇敢迎接未來嘅挑戰。好啦，我哋嘅主禮團嘉賓而家就企喺能量柱嘅位置，喺各位嘅手上仲會有一顆能量星。咁至於台前嘅各位，大家點樣參與呢個儀式呢？我哋好想請各位家長為我哋帶嚟一片好滿滿嘅星海。係啦，大家可以舉起手上嘅手機燈。哇！各位嘉賓，大家望下前面嘅位置，我哋呢個場面係咪啱晒我哋今年保良局嘅主題口號？匯聚星光，閃耀人生，保良局 Shine On 呢？呢個儀式係象徵住大家凝聚力量，一齊為小朋友開展佢哋嘅夢想。Ready， 1、2、3，匯聚星光，閃耀人生，保良局 Shine On！ 好犀利啊！相信我哋今年嘅畢業生，大家都會得到呢一份祝福，一定會閃耀人生，喺未來成長路上 Shine On！ 我哋香港終於有一個上太空嘅太空人啊！我諗在座可能都有啲小朋友都有咁嘅夢想，咁我諗到你哋長大咧，應該好多好有機會咧，好多都可以上去嘅。願你哋喺未來嘅路上繼續 shine on， 多謝各位。我想問下大家，我哋香港首位航天員叫咩名啊？黎嘉瑩。哇，好犀利啊！因為咧呢個係小學常識問題嚟㗎。
各位同學，今日係你哋畢業嘅大日子，亦都標誌住咧你哋完成咗人生第一個學習里程碑，着住畢業袍，即將踏入新嘅學習階段，踏上更加廣闊嘅舞台。就好似黎嘉瑩博士咁樣，努力去實現自己嘅夢想，書寫屬於自己嘅故事。OK， 係啦，我哋就係要呢一個氣氛，我哋一齊歡迎佢哋。保良局劉俊幼稚園暨幼兒園、保良局藝文玲友愛幼稚園暨幼兒園，以及保良局陳黎慧蓮幼稚園暨幼兒園，歡迎各位畢業生。亦都俾啲掌聲，我哋今日呢一個送遞畢業證書嘅小隊好嗎？亦都請3間學校嘅畢業生代表上前接受畢業證書。有請咁多位嘉賓。我哋正式宣布，你哋畢業啦！恭喜晒台上咁多位畢業生，請大家就座，再一次掌聲！保良局廖少霞幼稚園暨幼兒中心、保良局藝文玲蝴蝶灣幼稚園暨幼兒園，以及保良局唐楚南瀝源幼稚園暨幼兒園。現在我哋再次有請蔡局長、譚主席同台上咁多位嘉賓預備為我哋頒發畢業證書，亦都請3間學校嘅畢業生代表請上前接受畢業證書。有請各位嘉賓。我哋現在宣布，各位畢業生，你哋畢業啦！恭喜晒咁多位同學，各位同學請就座 ，Thank you。喺台上分別有嚟自保良局呂錦泰幼稚園暨幼兒園、保良局李兆森幼稚園暨幼兒園，以及保良局林丁麗玲幼稚園暨幼兒園嘅畢業生。喺呢度，我哋都請台上3間學校嘅畢業生代表，請大家上前接受畢業證書。恭喜！我宣布，你哋畢業啦！保良局李俊區伉儷幼稚園暨幼兒園，保良局呂陳慧晶葵芳幼稚園暨幼兒園，保良局方譚元良幼稚園暨幼兒園，以及保良局志佩幼稚園暨幼兒園。我哋都請台上4間學校嘅畢業生代表上前接受畢業證書。恭喜晒！現在正式宣布，你哋畢業啦！保良局呂陳慧晶幼稚園暨幼兒園，保良局方譚遠良慈雲山幼稚園暨幼兒園，以及保良局黃樹紅幼稚園暨幼兒園嘅畢業生代表上前接受畢業證書，有請。正式宣布，你哋畢業啦！保良局蔡家友幼稚園暨幼兒園，保良局莊啟晴夫人華貴幼稚園暨幼兒園，以及保良局朱李月華幼稚園暨幼兒園。現在我哋都請台上3間學校嘅畢業生代表上前接受畢業證書。恭喜晒！
正式宣布你哋畢業啦！保良局吳寶玲幼稚園暨幼兒園，保良局黃少謙幼稚園暨幼兒園，保良局梁安琪幼稚園暨幼兒園，以及保良局鄭關巧賢幼稚園暨幼兒園。喺呢度亦都請台上4間學校嘅畢業生代表上前接受畢業證書，恭喜晒！我哋宣布你哋畢業啦！保良局惠賢雅集幼稚園暨幼兒園，以及保良局謝黃佩娟幼稚園暨幼兒園。現在我哋有請蔡局長、譚主席同埋各位嘉賓預備為我哋頒發畢業證書。喺呢度，我想特別請大家俾掌聲，我哋鼓勵一下台上嘅太空小隊，好嗎？多謝你哋 ，thank you， 做得非常之好啊！喺呢度亦都邀請2間學校嘅畢業生代表上前接受畢業證書。有請咁多位嘉賓，恭喜晒！各位正式宣布，你哋畢業啦！各位授憑儀式經已完成，喺呢度我哋恭喜25間幼稚園暨幼稚園嘅畢業同學，恭喜晒大家！其實咧，我成日都覺得我哋嘅校長同埋老師真係好特別、好犀利嘅，因為所有嘅孩子嚟到我哋學校嘅時候咧，可能佢哋企都未企得穩啦，行都未行得好好啦，但係真係一眨眼啊，個個都已經大個晒。接住落嚟嘅時間，我哋一班嘅畢業生亦都想藉住《保良同行》呢一首畢業歌，分享佢哋喺幼稚園裏面最美好嘅記憶同回憶。亦都藉住呢一首歌向各位師長表達感謝。依家由畢業生獻唱畢業歌《保良同行》。跟住落嚟嘅時間，將會由我哋嘅畢業生代表致辭。Dear guests, principals, head teachers, parents, and classmates, hello, we are this year's graduates. I am Paco. 我係陳子瑩，我是李嘉璇。今日係保良局幼稚園暨幼兒園嘅聯校畢業典禮，承蒙各位抽空出席，我哋謹代表全體畢業生向各位致以衷心的感謝。说到幼稚園的生活，我們真是度過了很多快樂的時光啊！我們一起學習、遊戲、唱歌和跳舞，老師悉心教導和栽培，用有趣又多樣的學習活動，
结合不同层次的玩具和教材，设计出创意十足登月、体育、艺术游戏，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和学習經驗，還讓我們變成了喜歡上學的小朋友。你呢？你喜歡上學嗎？我都好鍾意返學㗎，返學真係好開心。我喜歡學校會，因為老師唔單止用心教我哋，仲好錫我哋㗎。記得我剛返學嘅時候，媽媽帶我返學，我會攬實媽媽，老師就會面帶笑容咁走過嚟，抱起我，氹我。老師對我嘅愛，我而家仲記得好清楚。It's true, I love my teachers too. They always greet me with big smiles when I come to school. I am so excited every day to go to school and have fun with my friends. I just love my fantastic teachers. 我也愛我的老師。今天我們懷着興奮的心情，準備開啟新一段美好的學習旅程。在這個過程中，也許會經歷很多未知的挑戰，但我們應當記住老師教授給我們的知識和為人處事的道理，當一個勇於承擔和敢於挑戰的好孩子。我哋亦會帶住我哋嘅積極學習嘅態度，去開創新一頁嘅學習旅程，為自己創造無限嘅可能。好快我哋就要升讀小學啦，真係好唔捨得。喺呢度，我哋謹代表全體畢業生向各位校長、主任、老師、嬸嬸送上衷心嘅致謝。And also, we want to give a big thank you to our moms and dads. You are the best because you love and support us all the time. Whenever we need you, you're always there.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We love you so much. 最後，我們請代表全體畢業生祝福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謝謝大家。多謝3位畢業生代表，除咗係校長同埋老師之外啦，各位家長喺小朋友嘅成長階段裏面都係非常之重要㗎。所以你嘅孩子們準備咗份禮物送俾你哋喎。佢哋都錄咗一段短片送俾大家，喺呢個時候請各位家長拎出你自己嘅手機，亦都可以帶起你嘅耳機。一齊聽下你嘅仔仔女女有啲乜嘢説話好想同你哋講。喺大家一邊睇片段嘅過程，我哋嘅孩子們亦都預備咗一首歌，特別送俾各位家長。最愛是你。你媽媽工作時
會有一句嘅 I love you， 對於各位家長嚟講，一定係最好嘅禮物。跟住落嚟嘅時間喺台上面啦，我哋一班畢業生亦都準備咗一份禮物要帶俾大家，係一場非常精彩嘅表演。一大班相當活潑，亦都好可愛嘅高班小朋友，佢哋將會踏入小學嘅階段啦。預備去到新嘅環境，又要認識新嘅朋友，比着我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感覺，可能會好興奮，亦可能會好期待。就喺呢一個時候，佢哋預備開展一場奇妙嘅旅程。喺呢一段旅程裏面，小朋友將要學習用積極嘅態度面對眼前嘅挑戰。佢哋要學習相信自己嘅能力。孩子們亦都要學下喺困難裏面去保持最大嘅勇氣，而且喺呢一段旅程當中，佢哋仲會有無數嘅發現。其中一個發現係，原來有一種好重要嘅力量係一直都喺我哋心裏面嘅。究竟呢一股神秘嘅力量係啲乜嘢呢？馬上一眾孩子將會帶大家一齊踏上呢一趟奇妙嘅旅程。哇！各位畢業生，我哋啱啱完成咗畢業禮咯喎，嚟到呢度畢業旅行，不如老師同你哋玩伏利利，輕鬆下啦，好唔好啊？好！一陣我就會數5聲，你哋就要匿埋咯喎。5、4、3、2、1，希望老師唔好咁快揾到我啦，嘻嘻嘻嘻嘻。細聲啲啊，玩緊伏利利㗎。如果老師揾唔到我哋咪唔使畢業咯，哈哈哈哈哈哈！咁我就可以繼續食茶點、瞓晏覺，太好啦！咁我咪唔使做寫下啲功課，喺一個咧喺度就好啦。咁咪唔使做小學生，都係唔好傾偈住啦，唔係就俾老師揾到我哋啦。報告：挑戰號火箭已經安全降落。聽，咦？呢度邊度嚟㗎？我哋唔係玩緊伏利利咩？收到指令，要去一個老師揾唔到你哋，唔使做小學生嘅地方。我哋講下啫。如果老師揾唔到，我就會好擔心㗎。如果返地球就要做小學生，不過其實做小學生好簡單，只要你哋揾到呢3樣嘢，就可以返地球做小學生。冇能源，咁而家點算啊？不如我哋分頭行事，去揾人幫手啦。好，收到。右點點，左點點，停，發子唔齊喎，我哋再嚟過啦。收開收前後，右點點，左點點，未得喎，我哋再嚟過啊。收開收前後，右點點，左點點。係，你哋好叻啊，好積極咁練習喎，你都得㗎，我哋一齊啦。
我要幫火箭揾銀銀，然後返地球做小學生。但係我唔敢去揾，又唔知揾乜嘢。睇你樣樣都怕，係揾唔到能量個噃。你回憶一下，你能夠鼓起最大嘅勇氣嘅時候，係做緊乜嘢呢？最大勇氣係我跳街舞嘅時候啊！原來我一直都好有勇氣㗎，咁不如而家就一齊跳舞啦我哋接去睇啦，一齊拍手啦！你去咗邊啊？喂 ，Lucas，我哋收到消息話你揾咗能量返地球做小學生喎。係啊，你哋係咪幫到我㗎？梗係得啦，我哋係好有自信㗎啦。哇！你哋唔只有自信，仲識變魔術。嚟啦，一齊幫自己打下氣啦！好。Queen that
恭喜你哋已經成功為火箭注滿積極、勇敢同自信嘅能量，可以返地球做小學生啦！超級好玩，超級開心，勁有氣氛，終於完成咗今年嘅呢一個畢業禮，希望啲小朋友都玩得開心啦。咁而家趁有啲時間咧，我出去foyer嗰度睇下可唔可以同啲小朋友影下相先。YouTube 啊，邊個？佢就係你支持佢啊，第二位嚟。真係㗎？YouTube 嗰個嚟啦。Uncle Calvin 每年都好重視呢一個約會，可以參與小朋友嘅重要時刻，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榮幸。無論係喺 YouTube 或者係面對面，每一種同孩子嘅接觸，對我嚟講都係咁真實嘅。尤其是好多小朋友平時有參加我嘅明信片啊、賀年卡片啊、快閃相遇啊，甚至係義工隊活動，睇住大家畢業，真係有一種睇住大家成長嘅感覺。咁各位畢業生都已經大個仔大個女啦 ，Uncle Calvin 好開心可以陪住大家長大，亦都希望大家未來嘅日子繼續帶住好奇學習，帶住快樂成長。
今次呢一段影片會成為 Uncle Calvin 最珍貴嘅記憶之一，尤其是係大家嘅抱抱。